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咧，應聲彈出啦，中檔嗰隻探測出得相當快嘅，懲戒者號同埋外檔嘅頭版都快啦，中間有好教練啦，同埋好派頭啦，然之後啦，先見到外檔埋緊嚟嗰隊咧飛度浩洋啦，咁出邊仲有隻名城鬧行啊，內檔嗰邊咧晨早醒都唔慢嘅，然之後個馬啦作戰機器第8、9位到啦，喺佢後邊就黃沙萬里啦，再跟住咧就個廣博閃電，然之後怒風火咧都攝咗埋嚟3碟㗎，咁喺佢後邊就金磚路嚟嘅，再個零馬位之後咧中彩線啊、步色圖啦，然之後先見到咧仲有勤勉區啦，喺後尾以位置啊火辣運走啊，包緊尾暫時咧就極容易嚟嘅。好啦，開始轉彎嘅時候啦，前邊咧即係頭板埋到嚟添啊，暫時帶出咗多少嘅，守住第2位咧亦都埋到嚟啦，就名城鬧行嚟㗎。然之後就晨早醒啦、探察啦、外碟咧第3、第5位咧就飛度浩洋喎，跟住嗰陣就晨早醒啦，然之後出定外檔嘅作戰機器啦，咁中間咧仲有隻好教練嘅，掟埋出外檔仲有怒風火啦、懲戒者號嗰啲馬嘅，入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暫時仲係頭板啊帶緊頭㗎，外檔開始上嚟啲作戰機器咯，哇個勢好勁啊，跟住上嚟就怒風火啦，走咗埋內檔嗰邊就晨早醒同埋探察嘅，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前邊咧作戰機器出咗嚟先㗎，中間上緊嚟就怒風火啦，內檔係探察，外檔上緊嚟就金磚路嘅，咁前邊咧呢個作戰機器咧仲有大半馬優勢，逼住佢係隻金磚路嘅啫，嗰張第1名作戰機器，第2名金磚路，第3名探察，第4名咧廣漠閃電啊 ，fit 到爆炸嘅作戰機器，一口氣攻合埋史德布克讓賽啊，好多年冇大滿贏過啦，到佢咯。都算係輕鬆姿態嘅入到直路，好勁啊真係，哇勁到啊！好快突圍而出，大熱門姿態贏啦，郭立基。咁啊啲腳就難多，真係花多眼亂啦。喂，金磚路第2，第3就探察，第4就廣漠閃電，即係7、5、1同埋3啦。順序應該係7號、5號、1號、3號啦。fit 到爆炸嘅作戰機器。好啦，冇咗薛恩唔緊要啊，郭立基就冷手執個熱戰隊，贏咗今年度嘅史德布克讓賽，我哋睇重播。